台中潭子拜五暗时有一个有心人塞车咧等红灯，煞去撞到后斗，想袂到甲伊撞的是驾驶是一个警察，甚至是食酒塞车，加在是无人受伤。若这台中市警局讲会严格处分，甲这个警察记一支大过调离开单位。 后壁这台车去弄到头前这台车，一辆虽然无造成人员受伤，不过也互驶前车的这个姓林的有姓的婚姻人惊一个。警察到现场处理，发现后车驶车这个人也是警察。来不及啊，稍微撞上去而已，小车祸而已啦。觉得不 OK 啊，就是他们都警察也知道酒测有多危险，罚款有多严重，撞死了多少人，他们还做这么危险的动作。 代志发生伫11暗时9点外，台中潭子贯通南路甲复兴路口，伫台中和平分局临一个四川警察无注意到头前白色的轿车已经伫咧停等红灯，虽然有动车，也是弄到。辖区的台警分局依照规定进行酒测，酒测值确认是超过标准，也甲四川这个警察3号地检署去侦办。本分局员警依规定到场处理，蔡男之经检测有酒精反应，酒测值超标。 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也这四川警察所临这个派出所气氛是无啥好，同时也讲一切依法处理。和平分局也讲，虽然经过一再宣导，也受同仁感觉未拄到未发生，除了将当来量处，也对就这个相关主管的责任。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地检署预知无保请回，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本分局立即行政惩处从重，记一大过，并调整服务地区，令相关人员考监责任均依规定议处。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之后呢，必须要进行汰除这个员警，以身试法。你要市民们如何能够遵守法治？因为你们身为执法人员，你们自己都做不到。你今天再来临检我，你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啉水赛车防治团体讲，对去年11月到即阵，台中已经发生包含之前有4件警察啉酒赛车案件，除了呼吁爱对源头管理，嘛要加重这警察的法则，才法度确保相关事件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